你有冇諗過1+1等於2？但係呢一個唔係絕對答案。我係蕭德良，我參選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2027。上一條片我講嘅係政綱，今次講嘅係最重要嘅嘢——智慧。我係一個科學家，我參選唔係為咗權力，而係為咗用智慧改變香港。今日我用9個章節，由最基本嘅科學意義開始，解釋人類智慧最基本嘅法則。之前所講嘅政綱係唔可以有即時性，起碼要等2-3年。我只可以希望我落台之前能夠實施到對市民有益嘅政策。但我提出嘅帶領香港成為有史以來最高智慧嘅地方，就可以喺短時間之內進行。只要明理，借禪宗一句直指人心。有啲人睇咁耐，其實就係想睇呢一個部分。當然，亦都係有啲人想睇我出醜嘅。要睇我嘅底牌其實冇問題，不過我有條件，我只會喺呢一度講個大綱出嚟，到有其他參選人可以比較嘅時候，我先至會公開教學，俾大家自己去判斷邊一個嘅底牌夠強勁。我個人實在想像唔到一個有前途嘅城市會放棄一個有機會得到諾貝爾獎嘅人嘅帶領。智慧解碼，解碼人類智慧嘅基本法則。第0章，科學嘅意義。古科學與近代科學喺意義上嘅分別同埋發展。首先，有一啲人話中國係冇科學嘅，有咁嘅説法係因為唔完全理解科學係乜嘢。中國古代就已經有科學，中國古代有提出道嘅思維，由廣成子口傳於黃帝，而道本自然，其實就係了解自然，明白世界嘅法則，再依自然而生，與自然科學同理。但係中國古代嘅科學喺進行過程中，的確係有各自為政嘅問題。更具體咧，係應該話冇一套中式嘅科學體制，所以俾人嘅感覺咧，中國係冇科學。咁中式嘅數學同埋西式嘅數學分別喺邊呢？中國古代嘅數學發展係解決實際問題為核心，儘管存在於方程術、開方術呢一啲跨領域嘅通用算法，但係主要針對不同嘅領域咧，都係用專屬應用嘅體系。例如經商財政依賴粟米術，處理比例交換；天文歷算依賴交叉術，推算天體運行；而工程營造則依賴商工術，去計算土質體積。雖然隋唐至北宋有官辦嘅算學館，和隋元時期喺數學方面同埋算法都係有一些突破，但係仍然未能夠脫離實用嘅導向。而中式數學演進本身就只係為咗實際嘅需求驅動，未能夠獨立發展成為純理論嘅科目，及後守固於現實實際之中。而純粹理論本身脫離現實嘅研究，則從未成為主流或者制度化。反觀西方嘅數學，自古希臘時期開始就發展出一套強調邏輯演繹同埋公理化嘅獨立方法體系。個核心係在於抽象數學結構同埋喺內在邏輯關係嘅探索。當呢個系統發展至微積分同埋線性代數呢啲高等階段嘅時候咧，就展現出強大嘅應用潛力，解釋並解決咗許多以前無法應付嘅現實問題。最終呢一種萬物皆數嘅觀念，並喺近代嘅科學得到強力嘅支持，取代咗以實際問題為中心嘅傳統觀念，並主導咗全球嘅數學現代進化進程。上面兩段好似好專業咁嘅説明，其實都係出自 AI 嘅。而 AI 講到俾你知嘅嘢，做乜要我用把口去讀出嚟呢？所以以下我會用翻中式嘅科學模式，以實用為主去講解智慧。第1章，初探知識和智慧，説明知識同埋智慧嘅目的。1.1，智慧嘅2個最重要功能。1.2，知識嘅2個最重要功能。
第二章數學觀念，現實之中數學嘅極限。2.1 27.000001 cm 等於27 cm 啊。2.2 現實中一個蘋果加個蘋果究竟會係乜嘢？第三章理解嘅4個類型，認識一個主觀、兩個客觀同埋兩個現實。3.3 再講喺現實中嘅蘋果數學。3.2 現實中一個非常重要而被遺忘嘅參數。3.3 講解乜嘢係獨立運動。3.4 獨立運動嘅30秒實驗。喺第4章智慧同埋幻想，徹底了解知識同埋智慧嘅形態。喺4.1嗰度，獨立運動嘅擴充就係交互運動。4.2 點解天才會係1% 嘅靈感加上99% 嘅努力。4.3 點樣進入最後嘅1%。第5章對與錯，對與錯的定義。5.1 99% 嘅人所認為嘅對與錯。5.2 1% 嘅人所認為嘅對與錯。5.3 不明確嘅選擇。第6章現在嘅對與錯同埋未來嘅對與錯。6.1 點樣去理解現在同埋將來嘅對錯。第7章人類思考嘅基本結構，了解人類決策嘅模式。7.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究竟係乜嘢嚟？7.2 貪生痴嘅由來係咩嘢？7.3 點解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第8章本質、謬誤、新解，重新認識人類理解力嘅局限性，並回答所有嘅問題。什麼係冇答案嘅問題？8.1 機率嘅本真。8.2 相對論嘅新解，量子效應嘅新解。8.3 符合科學要求嘅3個條件。8.4 人類智慧嘅極限。8.5 數學嘅極限。8.6 乜嘢係時間。8.7 現代嘅哲學同埋古代嘅哲學嘅分別。點解現代哲學只會令到人哋越嚟越愚蠢？8.8 人點解會相信神？我會以呢9點嘅章節去教育香港人如何理解智慧係咩嘢。我喺度只會講出大綱，我打算選擇喺太空館演講廳真正公開。當然，如果今次傳媒仍然選擇低調處理我嘅參選，我得唔到任何資助，咁我會改為去另外一個有機會得到資助嘅地方公開。我對一個要我俾錢去逼人哋得到智慧嘅地方冇任何信心，亦都冇任何希望。我只會帶你一個已經有某程度上嘅文明並且渴望得到智慧嘅地方。我帶領唔到一個蠻方嘅文化，因為蠻方嘅世界只係需要武力或者權力，而唔需要智力。最後我寫緊呢一篇宣言初稿嘅時候，正正就係大埔雲福苑大火。我希望喺我管治之下，可以集大家嘅智慧，避開呢一啲原本可以防止嘅意外。祝願香港人可以得到一個更好、更有智慧嘅社會。